嘅行程，我哋會睇香港世界地質公園。今次行程好多謝米奇大隊長為我哋統籌一切去呢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西貢黃石碼頭出發，我哋會沿途睇到唔同嘅海岸線。最重要定神，因為今日風浪非常之大。大家見到天氣非常之好啊！但係受到巴威影響，逐漸酷熱。超強颱風巴威逐步逼近台灣以東嘅海域。雖然風暴中心係遠離香港，但係受到外圍下沉氣流影響，華南沿岸迎來唔穩定嘅天氣。如果你係第一次睇香港世界地質公園西貢區，咁你就遲咗啦。其實我喺呢一個水域拍咗唔少關於西貢火山岩區，有時間就去睇啦。哎呀，好大浪啊，拋下拋下。海洋之力自然嘅雕刻家，我哋第一站去咗小台灣島，又叫做環洲個洞。佢係被海洋嘅壯觀力量所環繞，因為受到巴威嘅颱風影響，我哋唔可以喺岩石邊影相，話拋來拋去。其實我有一集介紹我喺個環洲個洞游水穿個小小洞，其實都好危險㗎。正面睇環洲個洞，我哋另外一個角度睇下佢先。颱風影響，我哋上唔到環洲海上宮殿，將會去第二個站火石洲關刀洞。快艇駛到香港西貢火石洲嘅南岸，眼前會見到一個45公尺。係香港東海4大海蝕拱中最高一個，佢外形似三個名將關羽嘅青龍合月刀而得名，又叫做冷面角洞。呢一個颱風巴威明日凌晨將會到達香港，未到達已經打起千尺浪。下一站我哋去邊度好呢？果洲群島係香港西貢火山岩地區一個天然島嶼，應該而家係去果洲群島分為兩邊，北果上岩，南果上洞。你會上北果？點解有個石碑嘅？因為呢度風沙大，曾經發生咗一件大事，有人唔小心跌咗落去，所以我哋睇嘅時候就要留神。部分團友仔走過對面嘅月球岩。
果洲群島最出名就係大炮石月球岩，睇佢哋點樣玩法先，去片。見到一條咁狹窄嘅水道，叫做銀瓶頸，係北果洲著名嘅景點。一路爬上去就會見到大炮石月球岩。200號燈塔對面係鶴仔牌，咦？佢有一個好出名叫做大造口洞。大家想睇鶴仔牌同埋大造口洞，我另外一片都有介紹。我係2號，求其落啦，求其落嚟啦，落咗10幾個先。快艇等緊我哋，將會去第3個景點，就係沙塘口岸，又稱甕缸洲，係著名香港地質公園。一個海蝕洞，有人叫佢做蠟燭洞或者 A 型洞。甕缸洲其實係非常之適合游水啦、浮潛，同埋甚至將會上呢個合掌崖。另外一站就會去吊鐘洲，睇一個拱門形狀好似金魚擺尾。轉頭又上船嘅，原來佢去咗吊鐘洲山上邊一個好出名嘅金魚擺尾。我哋準備又要去睇下吊鐘洲嘅吊鐘海蝕拱門吊鐘洞。今日偷懶就冇上咗呢個金魚擺尾，因為我前後後都去咗4、5次，拍片都應該有4、5條片㗎啦。有興趣又係嗰句，喺 YouTube 裏邊有好多金魚擺尾嘅片。沿途我哋會睇下長嘴、短嘴嘅風景，好多人行山就冇經過呢個水路，哇！呢個水路非常之急啊，一聲啊！係啊，今日大浪啦，上唔到岸。哇！掟個靚灣先。嗱，呢個追嗰隻啊，嗱。行程我去咗香港4大名洞，加咗一個北果洲，下集再見。